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9月初3 AM 新闻，我是嘉豪。今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您知。在新北市北里有厂商进口中国的翠暗，假作是台湾货，目前消保官也要求这寡翠暗要随落去。南投民间乡发生一件4岁查某囡仔去互因妈妈的男朋友虐待害死意外，详细死亡原因也等来调查。欧美国家疫情无hiệu点，卡球明星内马尔加演员巨石强森因规家拢确诊啊。总统蔡英文伫今仔日接见捷克的参议长，而且对政府已经过身的前参议长得奖大受庆丰勋章。日前捷克议长也捌讲到访问台湾时间有延前到，不过总统蔡英文也讲，公理或者是正义，无的确会较慢来，不过是绝对袂无来。捷克议长访问台湾，却引起中国外交部长的不满，呛声讲捷克议长就要付出代价。这个参议长韦德奇带团访问台湾，初3早起甲总统蔡英文会面，蔡总统嘛趁机会对正已经过身的前参议长柯佳洛得奖大受庆丰勋章，纪念伊在世时阵拍拼强化台籍关系，嘛感谢韦德奇即个来台湾传达对民主的共同信念。台湾人民并不介意各位的晚到，因为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公理跟正义或许会迟到，但不会不到。蔡总统强调讲，台湾甲捷克同款，行过反客为权、争取民主自由的道路是真辛苦，咱共同坚持守护民主的风扇。关家乐的太太即个因为破病无法度来台湾，特别用影片表达对台湾追求主权、独立、民主、自由的支持。Věřím, že budeme příkladem pro ostatní, abychom to naše evropské demokratické zpoždění, které máme vůči Tajvanu, rychle dohnali. 总统府嘛特别授予访问团 MIT 的行李箱向定台籍友好，所落来访问团专去外交部召开联合记者会，外界关心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呛声讲爱韦德奇替访问台湾付出沉重的代价。韦德奇是表示，伊无介意这款的发言，每一个国家拢有家己理解一个中国原则的方式。To vyjádření se mi samozřejmě nelíbí s tím, že já jsem přesvědčen, že jsme žádnou červenou čáru nepřekročili. Protože jsme v rámci těch možností, které umožňuje politika jedné Číny, tak jak ji. We're trying to maintain the status quo, and the status quo is that Taiwan does not belong to China. Taiwan is governed by its own people. 这个媒体是问讲，台湾的护照改版，敢是要增加台湾独立空间的意思？外交部长吴钊燮是强调讲，台湾的拍拼保卫即卖的状态，毋是任何国家的一部分。若是这个访问团来台湾，嘛已经得到23项成果，包括花项的研究台湾伫北布拉格的方案，而且相信台湾甲这个双边的投资会增加。记者综合报道。讲到明年就要开放美国的猪肉进口，今下晡就民间团体召开记者会批评政府。卫福部长陈时中表示，会收集相关的资料来做讨论，也因为进口是规价低入来，那准备特别针对部位来做安全规划的规定，会收集相关的意见，再来做规定。第二日，政府宣布要放量莱克多巴胺的美牛美猪进口，引起各界注意。初3下晡，真侪民间团体召开记者会，批评政府政策坏吧，而且配套嘛不够。莱克多巴胺其实是一个会影响荷尔蒙的这个毒物哦，那它其实只做了这个心血管的这个检测，但是它没有进行包含其他的这个肠道、消化这个微生物啊，或者是神经系统的这方面的这个评估。民间团体表示，政府无甲完整的评估甲管理做好，包括有新的人囡仔等等的高敏感族群拢无做评估。若是食有莱克多巴胺的美猪会有甚物款的危险？敢若做心血管检测的评估，另外嘛应该落实加工品标示的管制，避免300种美猪的加工品透过外产地等等方法来欺骗。它这个是属于说孕妇跟小孩，它都是属于高敏感群。孕妇她是在孕育小孩嘛，那小孩那个小孩幼童的话。这个都是属于正在发育期，它的各种的那个器官都没有发育完全，当然它就是属于这样误食的话，就影响它各个器官的成长。大部分像以前的美猪来看，它大概肝肾内脏这些都进的相当的少。好，那不过它既然有进，我们就要定一个标准嘛。当然会根据不同地的那个部位定不同的标准。陈市长强调讲，本来猪就是规只做回进口，以前嘛是同款无分别，针对特定部位的安全标准，会收集相关意见，根据每一个人每一天会当食容许量来规定。
若是国民党表示会发起食安公投，但市长是讲公投有相关规定，毋过食安是科学证据，科学敢有适合公投，大家要好好思考。记者综合报道。针对着进口美国鸦片的问题，前总统马英九伫早起搁再要求总统蔡英文爱回失礼，也强调讲袂当使用行政命令处理，一定要经过立法院，这才是用民主做选情的总统。行政院长苏贞昌今仔日也查实讲，对市场的线卖到餐厅进口的鸦片，拢爱标示违规者会防重罚。明年1月份，美国猪肉甲牛肉就要进口，中央是总动员，要为贸易、食安、产业三大方面来做，确保台湾人食安的健康，嘛要增加国内市场产业的竞争力，打开台湾贸易的市场。行政院长苏贞昌伫议会当中裁示，为小卖市场到餐厅进口的肉片爱强制标示，会严格查办。就相关这一些食安的标示标章，能够从我们国境严格把关。溯源管理清楚，并且要强制标示，未来要严查重罚。中央是全力护航，前总统马英九公开伫美国读册的时阵，称在食猪脚的画面，却叫民进党立委王定宇批评讲态度前后无一致。马英九初三参加王小波的对书会时阵，讲感觉莫名其妙。那个时候还没有这个瘦肉精的问题，因为那是40多年前的事情了，所以拿这个来打，我觉得莫名其妙。总统蔡英文伫前一天的中常会指出，马英九捌答应美国的代志，拢干来做一半。马英九回应讲，2012年3月提出政策的时阵，还佫包括牛甲猪爱分离，而且爱排除北内等等4个要求。伊佫一概叫蔡英文爱回失礼。就伫这个时阵，有一个抗议人士想要走向马英九遐去，阻挡伊讲话。蔡总统在这个议题上真的应该郑重地向国民道歉，我们绝对不会以行政命令来处理，一定会经过立法院，这个才是一个一天到晚号称民主的总统必须要做的。那说这样就可以让他国际地位跑到很高的地位，这个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恐怕还要做好好的检讨。国民党前党主席嘛是前副总统的吴敦义，伊讲过去民进党全力反对莱克多巴胺，执政了后，所讲对人体并无影响。美国猪肉、牛肉开放的议题继续伫咧滚价，哪力各有立场，互相竞争。记者综合报道。决定要开放美国猪肉入来了后，农委会也开始邀请饲猪业者团体来座谈，会举办超过20场的座谈会。目前初步规划是100亿的产业基金，会分做5年执行，单年偏20亿进行产业升级。农委会也认为讲，猪肉外销的价销是台湾的2倍，若准外销造成国内价销起价，就会限制外销。开放进口美国猪肉引起猪农的反弹，农委会全力沟通，强调讲会投入100亿，互产业升级，嘛会协助外销。副主委黄金城讲，目前外销去澳门，一只是卖28500，是本土价销的2倍外。澳门原本注文1礼拜1000只的订单，不过产量有限，敢会当互因100只至150只。未来外销的方面，除了照顾农民的收入，嘛要确保国内猪肉的供应无问题。我们国内自己生产的量是不是足够国内来供应？那如果国内是不足的话呢，我们当然对于出口这个地方，我们就是会有所限制。准备投入的100亿基金，初步规划分5年执行，针对动保团体，批评国内再低去拍卖的方式，无顾到动物的福利，倒产了后，清在无变就再去卖，恐惊会生细菌。主委陈吉仲表示，未来基金的用途之一，就是要改善产业的问题，提升食品的安全。土体的运送，那需要有一定的环境的温度的管控，比如说我们有研究过，15度到17度，其实是对肉品的品质保持最好，而且到传统市场的时候，消费者还是可以看到原来跟温体一样的这个效果。这样的话，我们就是在进步。头一波产业基金的规划会在后礼拜公布。农委会对外销的未来是真乐观，想要说服农民，政府会想办法降低美国猪肉进口的冲击。副主委黄金城强调讲，亚洲敢若有台湾甲日本是非洲猪仔的非疫区，不过日本有典型的猪仔，认为台湾会当把握这个机会。而且伊嘛讲，年底进前，台湾猪肉会外销去菲律宾，价销会比我西班牙伊比利低。记者综合报道。
咱继续来关心水岸的问题。是药署查到一间伫新北市八里的水岸工厂，伫今年8月，甲中国进口337万底唔是医疗级的水岸，说甲这款唔是医疗级的水岸纳入去台湾做的水岸内面，做回复药局。这款的行为已经违反着药事法，上端会当罚到300万。水岸国家队协助提悬台湾防疫的能量，毋过是名济水岸所出现有纳中国济水岸的状况。设伫咧新北市八里的嘉利科技八里厂所生产的水岸，去互新北市淡水区部分药局药师发现，初二收到是名济配送的水岸了后，清点水岸的时，所发现内底含一张简体字的合格证书，生产地址是伫中国安徽省内的，赶紧通报药师工会甲是药师。我们查获嘉利科技有限公司，那疑似以非医用口罩混充实名制医疗口罩销售的这样的一个情形。那我们在现场呢，我们确实有发现呢，场内呢还有就是有一样就是这个大陆简体字的这个标签的这个口罩。是药署调出嘉利科技八里厂进货记录，发现伫咧8月份已进口337万个中国制造非医用的水岸，伫咧厂内分装改票，南内是名济水岸。是药署已经以违反药事法，要求业者停工停止出货，而且阁会得罚新台票200至300万。新北市消保官车上嘛加强稽查新北市药局。散装的话，它如果没有写的，没有特别写它的产地的话，就不太容易认定它是不是 Made in China。因为嘉利科技八里厂所铺货药局分布伫咧新北市淡水、三重埔、新庄，还有蘆洲等10个行政区，还有宜兰县甲台北市一寡药局。嘉利水岸顶管有印 Carry Mask 的字，是药署表示，测试90亿民众都会当甲买到的嘉利水岸摕去药局换。这看得出来，因为它这个挂耳的，它会整个缝进去里面，它会包进去里面啊。像这个就是裸露在外面，这只有大略的粘上去而已。若是8月中，南投一间药局去互发现有卖来源不明的水岸，说讲是华新医材制造的医疗级水岸。警方查出是台中爱护乐生技公司销向假名来卖华新医用儿童水岸，已经查扣这间公司1万外的水岸，而且甲负责人甲业务经理依早期罪嫌函送台中地检署侦办。记者综合报道。为着要避免笑气互人摕来乱使用，除了环保署拍算要甲工业用的笑气列做化学物质以外，是药署也要甲食品用的笑气列做食品添加物管理。今日也宣布讲，对10月初开始，甲医疗用的笑气列入去药品追踪系统内面，业者逐个月拢爱汇报，若准无汇报，上重会当罚到200万。今年7月，桃园警方伫汽车旅馆查到少年男女伫开笑气宴会，现场有20外支笑气的铁杆仔。医师讲，笑气是一种速粒性的麻醉气体，速入去了后会产生头重重、脚轻轻、会浮起来感觉。有的人也会一直笑，若长期大量使用，毋会造成肺中的维生素 B12浓度下降，也会出现幻听幻觉、流经袂调这后遗症。到了中枢的神经的时候，它会产生，比如说像幻听、幻觉，或是妄想，类似像精神病的这样症状。为了避免笑气被乱用危害健康，环保署拍算甲工业用的笑气列管为头一个关注化学物质，并且添加臭味。卫福部食药署今年7月已经甲拍奶泡的笑气列做食品添加物管制，即阵更加公布要甲医疗用的笑气纳入药品追踪追溯系统，而且爱有医师的处方才能使用。为了让我们政府可以及时取得这些资料，它在未来这些厂商，它必须把它的来源跟流向的资料申报到我们食品药物管理署的资讯系统。食药署强调，新规定对10月初1实施，即阵过来医疗用笑气一年使用量大约65吨，主要由2间医用的气体厂生产。未来业者每个月必须汇报使用量甲流向，无依照规定申报业者会依照药事法上悬罚200万块罚款。记者综合报道。经济部公告，自今仔日开始禁止台湾业者代理中国资金的 OTT 平台，违规者上悬会当罚到500万。其中爱奇艺的代理商 OTT 5六，伫今仔宣布讲要停止经销业务，而且也要放弃爱奇艺的品牌代理服务，也会进行内部裁员。从即日起，停止爱奇艺会员经销业务。也放弃爱奇艺品牌代理服务。面对相关业务的紧缩 ，OTT 娱乐势必得面对一波裁员的痛苦决定。
爱奇艺的代理商 OTT 娱乐宣布放弃品牌代理，原因就是经济部公告自即马开始禁止台湾业者代理中国资方的 OTT 平台，所以除了法令开始进前的会员爱好好处理以外，未来新申请的会员公司无法度负责该清算内部裁员的人数，初步影响几十人，而且就伫咧法令开始的同一天 ，NCC 举办网际网络视听服务法的草案公听会 ，OTT 娱乐嘛出席表达因的意见。这整个 OTT 它有很多种太阳哦，你不能够说把你要管的就纳入是所谓的 OTT 的定义，你不纳管的就不叫 OTT 哦。那这样基本上它是以偏概全的。所有的内容入岛就等于入脑入户，是这样吗？它真的有定定的必要性跟急迫性吗？文化侵略不是只有透过爱奇艺会文化侵略，我每天晚上看的 Facebook 每一则影片都中过来的啦。参加的人嘛坦白讲，状况也阁有真侪需要沟通的空间，而且 OTT 平台带来影视新潮流，嘛冲击到有线电视的市场。业者认为讲，转化定定应该放伫咧，互有线电视甲 OTT 公平竞争，啊，阁有防止盗版侵权。啊，若是代理商的背景，嘛必须要符合法规才会使。并不是因为他有代理商，就使得他符合现在这个草案规定，还是必须要这个经营者本身是符合两岸关系条例的规定。那么代理商才有合法的空间。那我们会把所有的意见，就是综合研析之后，就提到我们委员会去。因为法律案，所以我们会提报到行政院。NCC 初步拟定专法的重点包括掠夺放射、向戒毒管理的方式来行，袂当有妨害个案公诉量刑的内容，嘛袂当替非法业者来提供服务。预估计到27天，后续嘛阁会继续沟通，互专法有更较周至的规划。记者综合报道。今年第9号风台美煞登陆南韩了后，也造成严重灾情，佮超过12万户停电。不过对伫咧后壁的是今年第10号风台海神，是直接影响到日本甲韩国。虽然对台湾无直接影响，不过拜6礼拜，花莲台东的海面就要注意大海鹰。消防人员摸到大风大雨，清除互强风吹歹去落地路中的障碍物。今年第9号风台美沙车里登陆南韩了后，强风时速达到162公里，加真侪建筑设备吹歹去。一住伫釜山60外岁女性，因互玻璃擦到伤而死亡，估计各地至少超过20人受伤。 오늘 오전부터 각 동직원들이 나와가지고 태풍을 대비하여 물 넘치는 곳을 막기 위해서 각 동직원들이 다 나와서 각 동에 4,000개씩 그렇게 만들고 있는 중입니다. 日本也受到美沙风台影响，车里天要光一只货轮伫龙里岛外海发出求救信号了后失去联络。日本海上保安厅赶紧动员出去找，离船顶有43名船员，不过敢若找到救到一名菲律宾籍船员。 而伫美沙了后，第10号风台海神有计也伫拜6接近日本。日本气象厅发出震撼的看到特别警报。特別警報に相当するような台風が接近してくるこれくらいの勢力のものが来るというのは、なかなかない。 初日暗时，美沙风台甲海神风台外围气流交汇，一度形成敢若牵手相款的图形。中央气象局长陈明典伫面册指出，环流分析看10几个经纬度，不过到初3，美沙已经减了真侪温带气旋，离海神也伫继续增强中。未来路线会亲像美沙行往日本南韩去。 周5的下半天到周6的上午这一段时间，强度是有机会再增强为这个强台的下限。它的移动的一个路径跟方向，其实到后面几乎是跟着这个梅沙台风的一个角中，看起来这个对韩国的影响，还有在北韩跟南韩的这个冲击跟影响，应该是非常大的。 气象局分析，海神风台强度也伫继续增强，无排除来到强烈风台顶级。加在路线比前一天有切较向西平，也就是对台湾影响较细。不过，华东海面在拜6礼拜依然严风长应发生，估计海涌可能达到3、4公尺悬。记者综合报道。 对着阮的镜头来看在地上大条，阁有查某囡仔失去联络啊！伫苗栗有民众伫 Facebook 顶头刊文章要找伊的查某囝，也已经向警方报警啊！警方也表示讲，这位查某囡仔可能是甲因男朋友发生车祸了后，惊去互家长骂，才会离家出走。目前也通报全国的警察来斗相共找人。你快点回来，妈妈很想你啊！ 老母经由镜头对查某囝表达思念之情，希望已经离开厝的真久的查某囝会赶紧转来。15岁姓范的少女5月就甲厝内底人失去联络，少女老爸认为可能是和查某囝男朋友藏起来，已经向警方报案找人。
那个男的有在家，然后是谎称说我女儿在早上9点到10点的时候自行徒步到那个苗栗南庄客运总站那边搭公车回家。可是事后我们调阅监视器查看，并没有我女儿的踪影。黄先生表示，伊的查囝5月初甲19岁男朋友伫公馆乡出车祸，不过迄暗就对便衣和男朋友的老爸再走。伊报案了后，警方坐摆去找人，不过拢无找到查囝下落，以侵犯到查囝的安全。那范姓少女是因为在之前与男友在一起发生车祸怕家人责骂，所以不敢返家。那本分局以调阅监视器以及询问相关人针对可能去处已经做查访。警方表示，小女甲伊的男朋友2个人拢甲手机关机，警方即阵是调看监视器，并且出动相关朋友到店来找人可坑，同时通报全国警政系统到店找，希望小女赶紧回来。由小女的老爸已经提告，警方依照规定通知小女的男朋友到案说明，后续若是继续传唤无够，会依照妨害家庭有关罪嫌送苗栗地检署侦办。记者自综合报道。高雄市政府要重新开发凤山车头附近的土地，不过真侪居民却表示反对，也组成自救会。今透早也去市委行政中心门口抗议，认为车头头前也阁真宽，为什么要空地啊唔用，却要来拆人家厝，现场也发生冲突。也着抗议布条，凤山车站反定位逼迁自救会到高雄市府头前抗议。地政局官员也出面沟通，想要安达民众情绪，却是意外引发冲突。高雄市地政局土地开发处处长吴宗明强调，当家提出的地上无补偿费不合理，以及市府违反都市计划法，公共建设应该优先考虑。使用公有地部分，在去年7月到10月，全部拢已经予法院裁定驳回，因此即阵市府只是依法行政。要急救咱的市长，咱的市民，我希望讲无人一家口啊会上冤刀，爱面对这种侮辱。因为凤山车站周边土地定位本来100多户，跳到即阵敢若剩单价1户。自救会提出几点的诉求，像是保证也伫沟通就门的执行态度，而且爱有另外新的沟通的方式，并且希望市长单期卖用亲身家属来讨论这个拆迁的问题。沟通的管道一直都在。没有谎话，你们只会告诉人家拆房的。那个，我跟市长的部分，我一定在1个礼拜内跟市长报告。好。面对凤山车站倒坪，曹公圳边就是高雄市政府计划进行的85期市地定位区域，因为车站定位和原本规排徛架拢已经被拆除，即阵敢剩单价的透天厝也踩伫遐。单价讲明明车站头前要有真大的大路空间，却是因为扩大要起商场，拆除里面的厝来起大路。希望新市长上任会用无同款的做法，伫城市发展的同时，因无愿意真做奉牺牲的遐个人。记者综合报道。伫高雄美浓的山区，清明东港发生一trận火烧山意外，这大火是連續燒3天，也甲0.2公頃的國有林地燒掉。經過橋仔頭地檢署的調查，嫌犯竟然是亂聽人講，若准甲主林地發生火災，就會當得到補償金。嫌犯才會放火燒山，專案也依照着違反森林法該起訴。嫌犯橋多擺經過路邊抓凍困，落去塗骹佇個橋仔邊點火了，抓離開。結果因為地形甲風滴頭轉燒斷開，差不多甲橋0.2公頃的森林燒掉，煞是為着要申請補償金。他是以為說他承租的林地如果遭焚毀的話，可以獲得屏東林管處合法補償金。乘機車到美容區廣福街附近的山區道路，持打火機點火燃燒路旁竹葉後離去。屏東林管處表示，並無作用林地燒去會當申請補償金的規定，嫌犯應該是去妖言騙去，但係受到起訴書會向嫌犯來求償。我們跟着起訴的內容，還有公務站所調查面積，包括以後復育的費用抽多少錢，來刑事附帶民事跟那個嫌犯求償。嫌犯為着這個無存在的補償金來放火燒林地，即馬向以違反森林法來起訴，唔但要面對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還有林管處的求償，會使講是起到了。記者綜合報道。
国际上要紧，听我来说分明。欧洲的疾管中心伫初二表示，欧洲目前的疫情差不多到3月迄当时的状况。另外，巴西的运动名星内马尔甲队友去到西班牙度假了后，却染到武汉肺炎。另外，伫咧意大利的前总理贝鲁斯科尼也确诊，目前当咧治疗。欧洲的疫情又搁反苦，欧洲疾管中心初二表示，新冠病毒这个热天并无困去，嘛无休困，规个欧洲大陆的确诊数量继续增加，已经超过5礼拜。 We have seen now in this week that notification rate in the EU, EEA countries and the UK is now 46 per 100,000. You may remember that at one point we have been already below 15. This increase we have been seeing now for more than 5 weeks. It has been a slower increase as we had in March. We are almost back to the numbers that we have seen in March. 另外，已经到开学季，校园重新开放了，并无明显看到感染数字变悬的趋势。 There are very few very significant outbreaks in schools that have been documented. The evidence is really at the moment conflicting. Meaning it's very inconclusive to say whether it's useful or not from a transmission point of view to close schools. 巴黎圣日耳曼队证实有3个球员去西班牙度假了后出现症状，防验出阳性。若是根据真侪间媒体报道，巴西卡球明星内马尔是其中一个人。球队拒绝公布治病球员的身份，敢若对外声明讲球员已经隔离治疗，目前有根据防疫流程来进行。接下来几日间会针对队员职员来体检。意大利前总理贝鲁斯科尼办公室对外声明，贝鲁斯科尼伫咧预防性体检当中检验出阳性，目前已经隔离，但是会伫厝办公。 意大利威尼斯雅典初二开幕，为着防疫，加红毯的活动并无对外开放。评审团的主席奥斯卡影后凯特·布兰奇有以大会规定挂嘴暗，加红地毯翕相的时阵才绑落来。要伫咧漫威电影《基业破书》内底，英国一代书的英国女明星蒂达·史云顿用非正式嘴暗的金色艺术品来砸喙。西班牙女演员伊克斯珀时是甲嘴暗甲伊的打扮做结合。音乐人莫里斯是用镭射片的嘴暗来出场。年轻流行的清茶受到大家关心。今年嘛因为疫情的影响，各种特别无同的嘴暗嘛吸引大家注意。记者综合报道。 正出名的演员 Douglas Johnson 初二公布讲，因兜4个人拢去染到武汉肺炎，也呼吁民众着爱挂嘴暗。另外，美国的疾病控制加预防中心 CDC 也要求各州准备好，伫11月初一进前将疫苗送到病院去。有专家认为讲，这是政治因素伫背后操作。 美国总统川普伫8月底的共和党代表大会，就讲疫苗会伫年底进行上市。美国疾病控制预防中心 CDC 的主任雷菲尔德8月27就发函予各州的州长，讲药品物流公司麦肯森需要甲因提出申请，请大家配合伫11月初一进前，甲疫苗送去州、甲地方的健康部门，抑个有病院。 不过，几个公卫专家讲，疫苗最后试验阶段还未完成，上有可能会采用的研究，敢若做一半。因无法度理解讲，是安怎会当有数据，通好证实11月份进前上市的疫苗是安全佮有效的。另外，美国国务卿庞佩奥初二伫咧华府的记者会讲，美国未参加全球172个国家共同进行的新冠疫苗研发生产佮公平分配的计划，理由是要反制世界卫生组织 WHO。 It's not political. That is science-based. And what we have seen demonstrated from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that it is not that. 美国疫情也是全球上严重的。目前全球拍电影薪水上悬的查甫演员巨石强森，初二伫咧个人的 Instagram 口罩，公布伊和太太还佫有2个查某囝，全部拢为着新冠病毒。强森讲是一个真亲近的朋友喂互因的，因一个伙仔已经挂喙暗自我隔离几啊个月啊，伊呼吁大家爱甲喙暗挂好好，甲防疫也做好好。It's nothing to do with politics. Wear your mask. It is a fact. And it is the right thing to do, and it's the responsible thing to do. Not 同一天，伫咧公开场合拢有挂喙暗，而且称在因为喙暗的问题，甲川普袂下的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表出伊违反防疫规定。8月底去旧金山一间头毛店洗头，喙暗所挂伫咧颔棍仔的事件。佩洛西初二去旧金山一间学校的时阵，甲记者讲，伊是去互设计。共和党阵营争着机会要甲伊修理，当然袂放伊煞，佮批评讲伊是一个伪君子。记者综合报道。
去年互提调封号甲军衔的前贵妃史妮娜，即毋若恢复所有的称号，也背去德国背叛太王瓦齐拉隆功。这款行为也引起反对派不满，示威者也要求着爱随进行改革。 35岁史妮娜去年7月才获受封为贵妃，10月就因为贪亲无满足，也佮有烧钱宠爱，互提调王室头衔甲军衔。新洲报道讲，伊入去加压，也过伊8月对领讲大呼话。泰国西里公布政府公布，宣示恢复史妮娜所有王室头衔甲军衔，强调伊无犯任何罪，顶面要太王瓦吉拉隆功伫8月28签名。即阵史妮娜已经飞往德国。 陪伴今年以来长期踮伫德国，闪避新冠疫情的太王瓦吉拉隆功，离国王的车花也有真侪风流史，互人民是愈来愈生气。泰国正面临军事政变6年以来上界严重的反政府抗争。7月中以来，因讲逐天拢有街头示威，学生青年为主的示威者提出解散国会、修正军方制定的宪法，停止烧了异议人士这3大诉求。 也开始挑战过去被看作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王权，要求提高王室透明度，并且推动改革。经由网络串联，甲咱为何需要国王这联盟组队标签，引起广大回响。不过，王室甲军方背景的政府徛伫同一阵线，当局加强使用法律手段，应用包含煽动叛乱、电脑犯罪，也有相关用判刑15年的模范君主罪，对付异议人士。而首先提出下检王权的律师阿龙，轰掠真侪摆啊！ 常常爱遭法院去出庭。ก็ถือว่าเป็นใบเสร็จของกระบวนการอย่างครบถ้วนนะครับเพราะว่าพวกเราก็ต่อสู้กันมาอย่างเต็มที่แล้วนะครับที่เหลือก็ให้การติดคุกมันเป็นกำลังใจให้กับคนที่ออกมาต่อสู้ต่อไปนะครับเชื่อว่า 瓦吉拉隆功长期以来控制价值600亿美金的王室资产，也直接调动2支军队。伫模范君主罪保护下，民众无啥敢议论。泰国流亡异议人士帕文4月伫面册创立反对王室的面册社团皇家市场，已经吸引上百万网友加入。也过8月底，面册伫泰国政府施加压力下滚起来。帕文以真港的社团名称另外创立，一天内底就吸引50万名成员。记者综合报道。 美国的洛杉矶机场最近有接到2位机师的通报，讲因有看到一个派着喷射牌仔的飞行者伫附近飞来飞去。美国的联邦航空管理局也向当地的执法部门发出警告，联邦调查局也随开始了调查。漫威电影内底英雄人物钢铁人，穿龟属特制的钢铁装，就会当伫咧空中飞来飞去。即马即个景象，敢是会变做真史上的代志？ 美国洛杉矶机场塔台，当地8月30暗时6点半，收到一件怪怪的消息。一个美国航空机师甲塔台讲，看到一个派喷射装备的人，离飞行机270公尺的所在咧飞。Tower American 1997. We just passed a guy in a jetpack. American 1997. Okay, thank you. Were they off to your left side or right side? Off the left side, maybe 300 yards or so, about our altitude. 另外一个西南航空的机师，共款伫咧准备降落的时阵汇报，看到一个男性穿喷射的装备经过。We just saw the guy pass by us at jetpack. Person in a jetpack reported 300 yards south of the LA final at about 3,000 feet, 10-mile final. Only in LA. 美国航空总署 FAA 证实，已经对当地执法单位发出警告。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嘛已经介入调查这个事件。其实类似的空中喷射飞人，并不是头一届发现啊。伫咧2015年，阿联酋航空就和喷射飞行专家合作，翕 A300客机的影片破飞，互全球是感觉真心息。2019年8月份，法国发明家沙帕塔成功利用飞行翅膀飞过英吉利海峡。不过，这届洛杉矶塔台汇报，真明显并无事先申请，专家警告这是真危险，因为若是飞伤晚，恐惊会吸入去引擎内底发生意外，甚至会致使发生空难。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南投民间乡有一个4岁查某囡仔去互害死，嫌犯佫把伊的尸体抬起来。根据了解，嫌犯可能是这个查某囡仔因妈妈的男朋友，好亲像有食毒品才会虐待囡仔，才甲囡仔来害死。南投地检署目前先甲2名嫌犯以及1名关系者带回去调查。菜园附近涂骹出现有乌龟痕迹，警方找衫载起，为遮找到一个去互待伫咧土地4岁查某囡仔，找到的时阵已经无喘气甲心跳。警方封锁现场做调查，根据了解，嫌犯可能是查某囡仔因妈妈的男朋友。因若嫌犯的亲戚讲，已经几啊个月无看到伊啊。伊当时倒来学的，
2个月前的款，1个月前哦。啊，一人来嘛，是都有带人来。啊，一个。嫌犯的亲戚讲，伊真少当去处理，无清在见面。根据了解，细汉的嫌犯甲查某囡仔的妈妈做伙住伫台中代理。因若查某囡仔是甲阿嬷做伙生活，毋过5月份，查某囡仔因妈妈甲伊带出门了后，阿嬷就无阁看到因查某孙啊，一直到7月报案找人，警方才伫咧细汉的嫌犯南投民间的厝林附近的菜园找到尸体。警方我们开立拘票，拘提2人到案。那加上涉嫌的对象总共带到3人来做进行后续的查证。根据了解，细汉的嫌犯疑似是食毒，叫杀这个查某囡仔。地主这个查某囡仔不幸过往。因若南投地检署表示，早起已经发现遗体，法医甲检察官嘛已经拢有来验尸，不过死亡的时间甲原因还阁要查清楚。因若查某囡仔的妈妈甲细汉的嫌犯目前初步有承认犯案。记者综合报道。飞行机小梦 Twitter 今日发布讲，有一只中国的侦察机进入大海，拢伫咧海峡中线顶头飞来飞去。不过最近这个近挖中海的行为，防执秘讲是要起诉空。国防部是搁再强调讲，大海附近的状况拢有掌握。飞机周报推特初三发布，中国一只身份不明的侦察机进入大海，对陆线图来看。一路沿着海峡中线向西南方飞行，又搁按原路转去，最后才飞往中国福建省福州市。虽然全程拢在上海飞行情报区范围内，不过挖近海峡中线的做法和质疑有挑战的意味。推特或者相关的这些网站所公布的讯息，应该是空军来讲是根本没有经过证实的情况来做一些评论。空军会运用相关的这些联合见证的系统，我们会继续的加强来做观测。中共军机车离则出现在咱西南空域，面对连续派机侵略台湾，学者分析，中军加强时间压力，压缩咱空防有限时间，和空军一直奔波。不管是进行心理战，或是来压缩台湾的一个预警时间，造成机神的失实。那这个现象其实不是1天2天，而是已经由来已久，有一定的这个时间了。美国在台协会在93军年节特别发布影片，讲台美军20年安全合作，包含双方官兵伫美国共同受训，也个缅怀超过100名美军协防台湾英勇顺捷。另外，影片也出现国防部长严德发少年时阵伫台海局势动荡 ，AIT 强调，当挑战出现时，台美双方意愿的合作。美国智库期刊外交事务更加呼吁华府放弃过去40年台海战略无清楚的政策，该采取战略清楚立场，宣示美方会出兵捍卫台湾。面对共军的入侵，一有事情发生的时候，这是台湾关系法是提到说，按照美国的这个相关的程序，由美国的行政部门、总统跟国会去采取适当的作为，并没有很明确提到说是不是一定美国总统必须得选择出兵。美国基于台湾关系法对台海战略拍无清楚的政策，学者认为无一定是无好代志，因为中国无度将阿美军采取对一寡行动，所以讲唔敢轻举妄动。就算美国特成共识，台海战略较清楚，无包含签署双边共同防卫条约。一旦发生战事，美国是不是出兵，依然是一个问题。现阶段台湾也是要挖苦自身国防。记者综合报道。一传媒的创办人雷智英继续伫咧推特顶头直播，针对着最近台美关系进展以及着欧洲代表团访问台湾，台湾国际地位提升，表达看法。这届的直播也邀请到美国在台协会前主席博瑞光来讨论两岸关系。一传媒集团创办人雷智英8时早起伫咧推特开直播，讨论中国台湾甲欧美上新的局势。雷智英讲，最近美中两国的对抗是愈来愈紧张，台湾同款嘛是受到中国威胁的国家。美国开始甲台湾揪较晏，最近台湾的国际地位明显有提升。It shows that U.S. has a really much greater support, military support for Taiwan, and this upgrade of the Taiwanese status, U.S. is using against China. 这届直播，雷智英特别邀请美国在台协会前主席鲍瑞光参与讨论。伊分析两岸的情势，针对中国提出一中原则，美国的态度是保持中立，不过前提是两岸爱保持和平的关系。But the whole issue of Beijing's sovereignty over Taiwan, the whole issue of Taiwan's ultimate fate, independence or becoming part of China, or the kind of ambiguous status quo that exists now, that's something which we take no position on, except that it has to be resolved peacefully and with the approval of the people of Taiwan. 针对最近一起参议院议长韦德奇访问台湾，伫演讲当中讲，我是台湾人，有真特别的意义。雷智英认为讲，过去国际社会并无感受到中国的威胁，才会无重视台湾。
Taiwan is entering a more open period, whether it's trade, opening up to pork imports is an indication. Taiwan is opening up and is looking for new friends. 李志英认为讲，虽然最近台湾的国际地位提升，不过中国要是会持续甲台湾施压，台湾需要甲西方国家建交，才会当维持经济发展。咱若武力统一台湾的议题，伊认为讲，目前中国内外是头壳冇咧烧，未希望伫这种情形之下发动实体战争。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是9月初3军人节，也甲今年正月因为乌英直升机事故所来过往的将官，车入去各地头的忠烈祠，接受万民的朝拜。空军乌鹰直升机今年1月初2在新北市乌来山区落来，组成包含参谋组长沈一鸣这8名官士兵来殉职。9月初3军日节这天，各县市政府举行秋祭，同时办理殉职官司立祠和就所在地忠烈祠大典。庄严的乐声响起，国军仪队伫大河中摕到韩正宏总士官长牌位立祠桃园忠烈祠，官兵模糊哑铃，场面哀伤。相信人的生命有限，但这份精神会长存在家人、国人的心中，也会成为国军永远的楷模。在死前担任总长司长官的空军中校黄胜航立祠苗栗忠烈祠，而甲黄胜航感情敢若像兄弟的关议员启功还讲，典礼家庭中黄妈妈受到后生，目眶也是一直红起来。黄忠孝、黄胜航多一个家，在我们苗栗的忠烈祠，他那时候奋不顾身的在当下还用他的双手环抱着总长，所以这个事迹希望可以传承下去。李因公顺节对前陆军中将的洪凤军立祠金门太武山忠烈殿，93岁洪妈妈到场专程参加，并且讲甲后生送互国家，规家拢感觉公赢。伊不讲我当兵，我唔敢讲ทาง我推เข้ากาเขาเลยว่า唔敢讲ลืมทางคือ。李正前交副局长有亲文小将立祠高雄市忠烈祠，副驾驶老政府小校立祠台南市南区忠烈祠，正驾驶叶建仪甲机工长柯宏斌拢立祠嘉义市忠烈祠。2位在地的嘉义的烈士能够入祭到嘉义的忠烈祠，让他的英灵能够长眠，也能够守护我们嘉义这片天空。不过，因为已经过身的参谋总长沈一鸣不是作战死亡，无法度奉祀到圆山忠烈祠。国防部表示，北向家属提出应协助立祠台北市烈士祠，不过家属无意愿。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台东地上的福文村有一片1甲外的私人土地，顶个月是准备要起太阳能发电系统，却去互附近的居民反对。乡公所初3也招开发的业者、县政府的单位以及着村民来协调。业者也同意讲，找到别地土地进前会暂停施工。不过业者表示讲，若准伫3个月内还佫找无，也会照本地计划来进行。伫地上火车头后壁有3块土地，当地种地，要来起太阳能的供电系统。因为4棵位啊拢是田，去互民众叫是讲是农地去互种电，破坏景观转来抗议。后来经过乡公所的查证，拢是私有的建地。7月份嘛向县政府核发申请通过来起。初3乡公所调集业者、有关单位甲当地村民来协调。有村民认为讲起供电系统会阻碍当地发展，从来没有跟我们社区的人关心过一次，跟我们协调过一次。为了这整个的发展，才把农地变成建地。它的最重要的意义是要盖房子，而不是来种电的。地上乡乡长周耀成表示，太阳能供电申请不是乡公所主管的业务，不过地方有无同意见，伊尊重民意，要求业者停工，而且嘛愿意到3港另外找土地，给业者开发。我们乡公所跟县政府会去寻找比较适合种电的那个地方，我们也请地主跟业者就2方协议终止契约，在一个时限内，然后提供的土地给我们，让我们进行申请。那在这个有条件的这个情况下，然后我们可以先暂时停工。开发业者甲投资商目前同意停工3个月，到时阵若是无适合的土地会当开发，也是会照原本的计划继续施工。不过保证讲会以劣化美化方式来起，袂去影响到景观。但是张廖成表示，若是业者恢复施工，居民也是反对。公所干内当伊无同意乌贵线路权的方式来阻挡业者卖电。记者综合报道。
台南客家伫5当前发生农地去放大连港铁连村的路石啊，当时涉案的负责人去予台南市环保局罚6000块，正伫附近阁出现同款的问题啊。对立委也批评讲，环保局当年罚了伤过轻，根本就无处理，而且根本就是想要暗号抢上。残忍，蒜头皮顶顶的幼幼啊，是一堆一堆敢若山。在地人怀疑蒜头下底可能有废弃路叉，因为农地附近都是台南客家5年前去互非法掩埋40栋路叉的地点。迄当阵去互台南环保局罚6000块。立委陈椒华青衫召开记者会，批评环保局迄当阵罚了伤轻，农地顶一日阁传出红倒3万栋的路叉，环保局到今还未甲裁罚，洪质疑敢是要假案？环保局轻罚，轻轻的拍一下。没事，那是不是形同鼓励非法？陈椒华要求讲，要搁一改开挖去互掩埋路叉的农地甲工业区，而且检验内底重金属的量。毋过面对立委的质疑，台南环保局表示，目前台南市议会已经成立调查小组，环保局嘛会配合调查。嘛强调讲，针对新的路叉废弃物，并无甲处分。对于行政作为的部分，我们有要求他限期清理，这是重点。但是在裁罚认定的部分，目前还没做出裁罚，但是并不是不罚。另外，法团嘛指出，废弃物清理法第46条明定，乌白道的废弃物要有造成环境污染的条件才会裁罚，嘛正做法律的空棚。亲像台南客家路叉的案件，废弃物放顶伫客家工业区，到今已经4年外，也是无算违法。会轻法比较重的罚则是在46条之2。当初在立法的时候，有一个非常含糊的最后你看致环境污染，致环境污染。那所以现在为什么很多都不起诉，就是因为这5个字。环保团体认为讲，业者只要伫检验的过程当中软空芳，摕到无超标的数据，就无法度引用这个条文，会当免罚。也若地方的环保局，嘛敢若会当用较轻的法条来裁罚。环保团体呼吁爱守法，避免这款代志一再发生。记者综合报道。嘉义县警察局的朴子分局是日本时代的行政官厅，县政府也要拍算讲，把这个分局刷位。不过工程却是流标误解，地方的文书团体也希望讲，会当互郡役所彰显英国面貌。红色的砖仔壁配合日本式的建筑，伫咧1925年起的嘉义县朴子分局，以早是日本时期的郡级行政官厅。迄当阵因为有警政的功能，到达内部也阁保留迄当阵拘留的空间。外观嘛反映出迄当阵的社会气氛。中间高起来，两边出去，很像那个军人的造型。好，那以前这里是没有人敢过来，日本时代这边是没有人敢过来，因为你只要服装不整，他就可以叫进来骂一顿。历日县城古迹的朴子分局，使用这栋已经有95年历史的东石郡役所，若是拄着落雨，室内地漏水，而且嘛有使用空间无够等等的问题。虽望朴子市公所甲县政府提供土地甲预算，要来协助迁建，啊，不过工程已经流标误解。由于目前呢这个原物料上涨及缺工等问题那已经有5次这个招标都流标，那我们现在已经增加这个预算希望这个月能够这个来招标能够顺利的来决标。文书工作团队表示，迄当阵的东石郡役所是用上好的砖瓦来起的，到达保存甲真完整。希望分局迁建了后，会当恢复伊原本的模样。那派出所能不能留下来？就一部分还是公家单位执行，一部分是那个文史作用，然后就可以很清楚的交代他的前世今生。嘉义县文化观光局表示，未来迁建了后，古迹会启动修复工程，希望让这个要100年的老建筑会当活化佮利用。记者综合报道。台湾头一位参加国际超级体能比赛运动员蔡明基，本地今年是要去美国参加比赛，所以因为疫情的关系，无法度去，伊也改变计划，要爱妈祖行台湾一日。
一路坚持，总算拼来到终点，双手甲国旗挺出，互世界各国的选手看到台湾超级铁人运动员的实力。伊就是台湾头一位参加国际超级铁人赛的运动员蔡明仪。蔡明仪自2018年参加瑞士超级铁人赛3项，2019年参加墨西哥赛，比赛总距离是一般铁人赛226公里的5加10步。掠游泳来讲，就要受19000公尺。马祖的信仰是伊坚持的动力。我那个衣服有印那个马祖，他就让我飘在上面，那他就一个布这样飘在上面，那指引我在那里啊，所以我再怎么游都不会累，哎呀，就是看到马祖之后就很安心的游。蔡明仪今年4月得到台南市独月市名，伊也无继续打拼，原队今年无参加20步铁人赛的美国超级铁人赛，却因为武汉肺炎疫情未当过去。经过请示，伊准备爱马祖时阵环岛为台湾祈福。马拉松的时阵一定爱甲换便服啦，吼，便服就是讲伊一定爱戴着野蛇帽啦，吼，戴着一个野蛇帽，搁穿运动衫，搁穿布的哦，这拢是伊指派的。咱的国家会当安尼，今后来安尼平顺。蔡明仪强调，这届环岛的总公里数大约1139公里，希望会当到21天内完成。而且伊心爱马祖，就算歹天好来，也会坚持打拼，希望为台湾祈福，互民众镇压疫情的信心。记者综合报道。本地5月初2开幕的全台运，这是改对10月31伫高雄大学举办，也因为真侪选手已经毕业啊，敢有比赛资格咧。体育署也表示讲，团体甲也未举行的资格赛是个人项目的，学校会当换名单，不过本地的选手也着爱同伊接事。为大学校研究所林明正少年线伫2018年雅加达亚运，甲2019年拿波里世大运，摕到复合金、女团铜牌甲个人的铜牌，国内全大运嘛有好成绩。能拿到这个参赛权，其实也蛮光荣的。过去最好的成绩就是拿过2金1铜吧，所以那我自己是蛮希望可以拿到3金的。希望完成3金的梦想。全大运却因为疫情，为5月初2会到10月31复办。因为林明正已经硕士毕业，敢会当阁参加比赛？体育署最近召开全国大专组委会决议，像林明正是参加团体比赛的，资格是未受到影响。比如说师大，他毕业了，他现在考上中正大学研究所，他不能代表中正，好，他可以回来代表师大。但是他如果放弃的话，哈，这个要补人，师大要征得他的同意才能够补人。新生未当报名。已经办资格赛个人项目袂当换人，也若团体赛，就要征求原本选手的同意才会当换人。体育署强调讲，应该爱兼顾选手的权益甲公平性。也若大专院校体育总会统计，原本完成报名的9000个选手，差不多有900个人是应届毕业生，要参加比赛也是放弃。学校就要赶紧确认，这个月18进前重新完成报名的程序。记者综合报道。台语甲文化也会当运用伫新竹市顶头哦。伫网络顶头，就一个用传统布袋戏来演戏，内容是教咱生活当中的科学，用短短影片开破生活科学，有影是真趣味，咱也做伙来看。大家会记哦，现在咱台湾啊，公共电视有一个台语台的部分，内容啊非常的精彩。伊是 smart， 台语练当无稀奇，有法度用台语讲科学，这是伊厉害的所在。今仔日的故事是关于一个古早关联术。有一个专门讲科学的网站，用简单的方式，希望让大众了解伫生活的各种科学，尤其民间传说，有当时啊，嘛会当用科学角度来解说。足侪人认为，迄款的题材，主题是甲科学无关哦，毋是科学是无迄个能力去解释，但是事实上，阮会使用科学去解释。用布袋戏加上科学角度来开破古早传说甲民间科技的神秘气氛，毋过含过去真无共款的剧本，敢若是布袋戏服装，都互头手真伤脑筋。所以这人啊，伊个囡仔阁有法术，伫传统内底真罕有一款角色啦。因为这个听到要做这个科学物件，我嘛真好奇讲要安怎来做。
因为咱知影科学真侪物件是专有名词的部分，而且伊个特别要求讲即届全部拢要讲台语，所以这造成阮一个挑战。科学、台语、布袋戏这3种全然无同的元素合作伙，推广生活科学，其实嘛是望会当保留咱家己的传统文化。阮感觉布袋戏是阮非常介意的一款表演的方式但是即马大家对布袋戏遐气氛，所以阮希望会使结合这2款表演的形式。将本地困难复杂的科学，用简单的原理甲大家讲，嘛伫种植无同的语言科学知识中加入台语，互语言知识拢会当多元流通。记者杨淑晴、林坤明台北报道。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恁就知。北部地区对25度到34度。中部地区对26度到34度，南部地区对25度到33度，东部地区对26度到33度。咱来看外岛地区，对26度到35度。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马上跟你时间，咱再会。大家讲一句台语有意思。大家一句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网仔哥哥。之前有甲大家介绍过一寡我的网仔亲情，今仔日要讲的是全世界种类上介济的动物——汤拖。这像诶，汤拖汉语写作汤拖，罗马字写作特昂糖、特瓦拖。糖第5条，拖第7条。世界上已经发现的糖拖，早就超过100万种啊！因是一种无梁骨，身躯分做头、胸、腹3节，有6支脚、护眼，甲一对触角的动物。住伫咱厝内的糖拖，常在会看到的有。1点钟会当飞40公里。是个达秒钟震动300摆的好神，头长去佫会使活1礼拜，上侪人会惊，佫讨厌的加纸。全世界看来上大的汤拖之一，到遐伊会使拖震动比伊的体重佫较重1400倍的物件。做爱食叉头，定伫落雨进前出现的白虾。还佫有会甲人加咱目睭看无啥会到的目屎。咱厝内有饲猫仔、狗仔，爱特别注意的家走。咱认为嘛为着利益，饲一寡汤拖，亲像饲芳会当卖蜜，饲淡仔，伊若吐淡仔丝会当摕来做衫裤、被、保养品等等。淡仔嘛叫做牛仔。俗语讲救虫唔通救人，这是一句咧怨叹的话，意思是讲人有时会忘恩背义，要救人较输咧救虫。佫有一句热气仔话讲：好神滴硬硬壳，看头看面，
砍头砍面就是头面拢砍掉咧，看无头前，咧讲人足戆，唔知死我的意思。溜、汤拖、复眼、触角、好神、加爪、狗兄、救虫唔通救人。好神滴圆圆壳，砍头砍面。汤拖是真古锥的动物，观察因的生活嘛真趣味。今仔日的大讲一句就讲到这，多谢观众朋友的收看，咱后摆再会。这是公视第几台，接落来请收看咱的节目。